好，欢迎收看2019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我是主持人马洁瑶。环台赛第3天，我们来到浪漫台3线站，赛事横跨新竹、苗栗和台中等3大县市。选手们都已经准备好要上场比赛了，那么现场的民众也给予他们热情的欢呼。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浪漫台3线的介绍。浪漫台3线站跨越新竹县、苗栗县还有台中市3个台湾极具客家风情的县市。随着绿意盎然、蜿蜒起伏的道路，走进满是客家文化底蕴的山城。不论是新竹内湾车站的古朴，或是苗栗蓬莱溪护渔步道的自然共生，还有台中东风自行车绿色走廊，沿着浪漫台3线就能体验到客家奉茶的精髓，也可以感受如同5月雪般美丽的油桐花盛开。客家族群有着极具特色的舞蹈和山歌，还有热闹的客家剧场。沉浸在客家独有的文化还有热情的同时，也让世界看到客家的浪漫与美好。浪漫台3线，欢迎来了！现在让我们听听看客委会的代表对选手们的祝福。大家好哈！今年呢，2019國際自由賽嘅分台賽要開始哈。第3站係浪漫台3線站。那在这一站呢，我们有几个特色哈。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客委会来结合了新竹县政府、苗栗县政府与台中市政府一起来办理，横跨了3县市的赛程。那从新竹县出发之后，会经过苗栗县，再到台中市的石冈区做最后的终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158.5公里的赛程里面呢，我们有2个登山点。那登山点，那在苗栗的狮潭仙山以及鲤鱼潭水库，那这一个是极具挑战的一个登山点的部分。那另外有2个冲刺点，一个是在新竹县竹东的上晚国小一个在苗栗南庄的南庄艺术中心。我想这4个有得分的点，都是我们国际选手们能够来极具挑战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3个县市的乡亲们，以及我们中小学的小朋友，都会借这种国际的体育赛事呢，来替他们加油。那我们希望呢，今天我们的选手呢，在第3站都能有很好的这个成绩。那同时也希望透过了赛事，让我们浪漫台3线给国际看到，那看到我们台湾的文化，尤其看到我们客家呢，在这个地方是这么棒的一个人文的一个风景。那希望每一个选手都能够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宣布台干安子 C。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桃园站的赛事精华。2019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第2站桃园站，行经桃园10个行政区，沿途经过石门水库和脚板山等美景，全程118.88公里。比赛进入山区后，选手们实力互相上下，在距离终点500公尺左右，首度在桃园站见到爬山段的大集团冲刺。最后冲刺往绿山，由美国100特 KHS 队艾瑞克惊险夺下，而蓝山则依旧留在中华队，由冯俊凯接手。登山往红点山则给了哥伦比亚曼扎纳队的威尔玛。而加拿大弗洛伊职业队的克拉克也成功一举拿下单站冠军和黄山。比赛即将开始，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主播孙传贤和车评杨东真教练。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来到2019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第3站浪漫台3线。我是主播孙传贤，在我身旁的是纪念赛评，也是国家队教练杨东真杨教练。教练早安。早。大家好，是宝毛。2019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第3站定名为浪漫台3线，车手们从新竹高铁站出发，一路沿着充满客家风情的台3线骑行，将先后跨越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台中市，最后抵达石冈旅客服务中心，路线总长度156.5公里。接下来看到这一站的等高线图，这一站的路线挑战难度不低，分别在上馆国小以及南庄游客中心设有2个冲刺点，并且在仙山及鲤鱼潭水库设置2个登山点。下坡的连续法夹弯更可能是决定最后终点的关键赛段。
Pues esperamos defenderla. 我希望能够保住登山王，但是更注重团队合作，希望能够争取团队最佳的荣耀。我一直没有很多的信心能够保住黄山，尤其今天的登山路段非常的困难，一切都无法预期。 But yeah,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We also have a sprinter in 但是我们的团队很强，有很棒的冲刺选手，我们就看比赛会怎么发展。Yeah, we'll try to keep it.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是各色山在今天新竹高铁站前来接受大家的表扬。 这也是代表着客家桐花的花仙子表演，非常可爱的小朋友跟大朋友。现在看到的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旗队，象征旗开得胜，加上武术表演以及特技的表演，展现运动的力与美。现在看到的是客家诗的开场表演哦，象征客家人刻苦耐劳的精神，也展现客家的传统艺术之美。现在当然画面上呢，就是各车队来进行签到。平华路准备出发了。画面上是中华队在做赛前的最后叮咛，还有为我们的贵宾。 还有我们的这个开场的部分呢，来做一些布置。当然不能忘记我们非常辛苦的摄影团队，我们的机车摄影，还有我们的机车引导员，这是提供非常多精彩画面的飞利浦先生。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2019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第3站浪漫台3线即将要正式的开始。好，在比赛一开始呢，车手们也跟这个路边的民众以及工作人员有很热烈的互动。我们看到有民众带着国旗来为车手们加油。那当然也看到了车友们期待已久的艾德温啊。 跟前几天比较起来哦，今天第3站的浪漫台3线是属于这个定点出发的一个模式啊。没错哈，因为来宾领旗完之后呢，重新集结在出发点，由来贵宾来鸣枪。我们看到很久不见，车友们非常熟悉的艾德温，在今天一开赛不久就有非常积极的攻势。 马上带领一波的进攻哈，有大约10人的小组。是，其实在这几天的环台赛这样看下来，各个车队在一开赛就发动攻势，已经是 SOP 模式了。因为今天的距离也不算短哈，再加上有2个坡。对，看到了艾德温的身影。那在这之中也可以看到，包含了日本的其他车队，还有哥伦比亚的曼扎纳车队，这些都是前几天在这种攻击突围表现相当出色的队伍。 今天的比赛特别的考验了哈黄山车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啊。那当然啦，我们的中华队也是有参与其中的。我们看到的是卢少轩。那因为到今天为止呢，所有的选手的成绩总成绩都非常的接近哈，所以丝毫不能太过大意。那在今天这个路段浪漫台3线呢，其实挑战难度都还蛮高的。那当然啦，经过了很多的客家聚落以及原住民聚落，都有非常多热情的民众在旁边来为我们的车手们加油打气。我们可以看到绿山也出来了哈。那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就是主集团这里会有不断的拉扯，而形成一小部分的领先集团。而且有趣的是，自由车的进攻都是左右开炮的哈，让对手不好这个可以防守。好，我们看到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率先通过的是其他车队的中岛康琴，由日本车手取得冲刺点哈。这也是警告了目前的绿山拥有者哈。今天的战况，他们的目标似乎相当的明显。每一个车队都会很彻底执行他们今天所要做的任务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成绩表上是由中岛康琴拿下今天第一个冲刺点的5分积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莱的朋友们哈。是，那当然也看到我们夹道欢迎以及鼓励的民众们。
目前领先集团大约在10几个人上下。那其实领先集团在前段奋斗的同时呢，主集团这边是比较惬意一点。我们的红点山还在算是吃早茶。当然这个因为自由车选手随时都在补充养分哈。因为接下来要面临挑战的就是这个爬坡的路段。对，那在这个部分也看到了所谓的定点补给的画面。这是今天的第2个冲刺点，其他车队的中岛康晴还是有往前来做挑战哦。这两人差距非常的接近，看看最后的关键。争夺这个绿山的态势，哇，这是中岛康晴很积极的要来抢今天的第2个冲刺点，就是要现在目前的10分进上。没有错，这也似乎已经宣告着今天的绿山将要换别人来穿了。目前的隐形的这个绿山得主。好，我们看到成绩是中岛康晴拿下了另外的5分的冲刺积分。那原有的绿山呢，拥有者呢，他必须要靠这个最后的终点冲刺了哈，才有机会夺回来。看到中岛康晴跟这个镜头打了声招呼，似乎这就是他今天的目标啦。今天最辛苦的绝对就是黄山的这个护卫军哈。我们看到这画面比较前方的这个车队。从这个开赛以来，就一直在不断的瓦解所有的攻势。而且今天的赛段不但路程还蛮长的，而且还有包含这个我们现在要看到的第1个登山点在仙山的部分。那这边是看到了经过集结之后，然后又散开的领先小组，我们听到有摇铃声，这不是叫你冲刺哦，这是有民众在帮他们加油，然后代表今天的第1个登山点。第1个登山点通过了哈。其实这个登山点并没有特别的增强的那种烟硝味啊，目前看起来顺顺的经过。目前看起来领先集团并没有有效的拉得够远哈。是。那最重要的是主集团真的是很强坚强啊。对，我们看到今天第1个登山点的一级坡是由这个库里所拿下。这是马来西亚车队的车手，目前还影响不到这红点山的拥有者哈。那我们其实之前也说过了，在仙山过后，这个下坡路段呢，其实才是车手们非常严峻的考验呐，非常严峻的考验这个下坡的技术啊，尤其在这么多的发夹弯。是，如果有听到这个刹车的声音，你就知道哦，难度很高，这个几乎要把车刹死，你才能过得了这个弯角。好，我们看到现在是透过空拍画面看到主集团在做这个下坡的动作。然后现在领先集团换人了哈，背号105号的车手单独走啊哈。这个杰西他要自己1个人来奋斗吗？那我们也看到也有很多的车友们呢，来在这个路边来拍摄这个非常精彩的赛事。好，现在1个人独走的领先集团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主集团还依旧是由黄山队伍在掌控着哈，控制着有差。中华队是一直在这个当中哈，一直在潜伏的，而且是属于保持在比较前段的位置。这也是今年中华队他的企图心跟这个作战的意识都比往年更加的积极哦。我个人觉得是中华队今年的表现是真的是有大胆的去做突破，不再那么的保守。是，好，这里看到的爬坡代表今天第2个爬坡点鲤鱼潭水库这里也即将的通过。好，没有问题，是由单独独走的杰西拿下第2个登山点。而紧追在后的，我们刚才看到了红点山这个曼扎纳车队的沃马，那他拿下了7分的积分，这个很明显就是表示这个要出来攻，他才有机会守住他的红点山。他必须要持续的进账哈，才能确保他的红点山。不过在经过第2个登山点之后，代表我们的终点越来越接近。我们也说过，今年的主集团非常的不好惹啊，超强的主集团呢，很少看到这个登山路线可以这么大，这个主集团在前进啊，而且不断的瓦解所有的攻势。我们这里也是，其实后面比较像是这个丘陵地的地形，有上坡有下坡，
所以主集团还可以这样子互相的牵制咬住。其实对教练来说，教练也跟我们讲到说，这样的场景真的在过去相当的少见，真的是少见。也就是说，大家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能力的确是比往年好的很多。我们看到左边的以色列队的车手出来突围，这个专攻下坡路段啊。这个速度拉得非常的快，利用下坡做进攻也有了哈，但是这个速度很快哈，就对技巧上的掌控真的要特别的更注意。是，那其实下坡有时候攻击并没有办法顺利的拉开差距，对不对？对，但是就是要靠大胆的过弯技巧来拉开哈。最有名的就是现在3次世界冠军的 Peter Sagan， 是，他最有名的就是自杀式下坡哈。是，那当然这也是要实力跟技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够尝试。那回到平路路段，主集团又是把大家给吞没，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点上，并且这个护卫团哈，还是保持着带领的主集团前进。对，然后一切又回归到比较看似平和，但是似乎又蕴藏杀机的那种感觉。就经过2个山之后，我们称它就要重新洗牌了哈。对，然后在平路路段还是有人非常积极的进攻，包含了那里车队还有绿高车队的车手。因为已经回到平面的路段了哈。对，这个时候最后的这个集结是。那其实这个路段目前想要逃掉的机会是有点难啦。对，是有点难，但大家也还是希望试试看有没有机会。严格说起来，是这些副将想要耗掉其他想争夺冠军人的体力啦。但他们也知道要成功的机会很小啊。那当然，我们中华队这是我们的自己的地盘，当然也要出来搏一下版面。很明显可以看到黄山部队哈，真的是粘得非常的紧。是，然后其他的选手都在伺机而动。那这个时候，其实到了平路路段，而且还那么多人的时候呢，各车队的列车阵也开始摆了出来。目前主导主集团的改成为这个红点山的队伍了哈，是曼扎纳车队，黄山队伍反而退到后面去了。不过我们看到黄山也在队伍的前端呐。是，现在进入最后终点的时候呢，因为整个集团是靠左哈，是，所以右边要突围的选手只能从右边来。对。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烟硝味越来越重了，因为各列车似乎也准备要启动。这个就在等谁开第一枪了哈。是，我们来拭目以待，尤其是黄山的捍卫哈。对，黄山的护卫队也开始往前，透过空拍的镜头，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今年主集团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竟然还可以维持那么多的人数。这么大的一个主集团要做这个台3线的终点冲刺，的确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好，我们看到最后的500公尺，以色列队出来想要突围。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是我们很有看到阿凯还有艾德温很快的启动他的发射火箭。最后150公尺，艾德温在前，不过似乎被人家赶过去了。接下来我们中华队的彭元堂压线。第一个通过终点的是澳洲圣托斯车队的尼可拉斯，但是好消息是我们中华队的彭元堂冲刺大魔王第2位压线。也要感谢艾德温提前开枪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2019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我们看到浪漫台3线最后终点前冲刺的重播画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单站冠军最后的冲刺是非常位置非常好。不过第2位中华队的彭元堂也是表现得相当精彩。一切都是由艾德温点燃最后的冲刺的火花。Yeah, it was 这是一场难度相当高的赛事，特别是从第一个登山点开始，接连的丘陵地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尤其在经过第2个登山点之后，集团整个速度开始加快，我很幸运能在集团前面卡到好的位置。But yeah, again, I managed to get myself into the front group. 我的队友给我很多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协助，我不可能取得这样子的好成绩。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at result without them. 今天我们就是团队合作了，在整段路线都表现的都还不错，队友们都就是很支援我这样子。然后最后面我们也冲出了单站第2的好成绩，所以今天来讲我们算是表现得很可以，然后明天后天继续保持下去。
estoy muy feliz 我很 de 高兴能 sostener 够继续留 el 着红点 liderato 山， de la 明天 montaña. 我也想要保持这样子 Para el día 的 de 结局， mañana 但是 trataremos de 我知道这不 pelear 容易，我要继续 la 努力。 general, que es la etapa reina. Y obviamente lucharemos para llevarnos la montaña a casa. Yes, so I won't get the green. So I'm 我想要 touched 争 today. 取绿 So 衫， happy. 所以今天会有这样子 My 的动 tactics 作 is 我很高兴 complete, but 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任务。接下来还有2天的赛程，希望能够守住绿衫。 Yeah, I try to win the stage today. 我试着想要挑战单战冠军，但是最后还是差了一点。不过我很幸运能够穿上黄衫，明天我当然希望能够保住这件衣服，这是我最重要的愿望。 I hope to take it. 澳洲圣托斯车队尼可拉斯拿下单战冠军，中华队一哥冯俊凯守住蓝衫，哥伦比亚曼扎纳车队的威尔马保住红点衫。 绿衫则由日本国家队的中岛康晴穿上，意大利尼泊车队的吉欧瓦尼则成为新任的黄衫拥有者。我们接下来看看各色衫的成绩。2019环台赛第3站浪漫台3线顺利结束，比赛也将进入后半段。接下来第4站在南投登场。我是马杰瑶，我们南投见。环台赛第4站南投县站，从南投县政府出发，行经集集、埔里、鱼池乡等8大乡镇，终点设在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总长166.56公里。 这段赛程将有2个冲刺点和2个登山点，其中以高度789公尺的2级坡为本站观战重点，考验选手的毅力还有体力。